伫遮。伊较早毋是庙，因为伊较早是阮太祖搬过来的时阵，啊，拢住伫民间。哦，拢住伫民间，是。啊，是因为70年代的时阵，70年代，是70年代才起庙，是。是，嗯你早拢是人人家厝啊，大厅恁啦，是啊。这土角厝生安尼啦，这大地呢，这大地，这大陆来的哦，泉州的哦，泉州呢吼，高庄啊，这高的吼，啊这市政府迄文化资产管理处敢会来遮处理？因这私人的吼，要甲申请歹申请。私人的歹申请，是。申请袂过，尾就放落去啊。申请袂过，这人迄话拢好，爱开足侪钱来咧维修的呢。啊，这敢是用迄落起的柴？对，迄落起的柴，3麦柴，好啊。啊，这都到啥？偌济10年前，咱无伫遮大，几十年前，咱无伫遮大。对啊。敢10外年前啊呢？10外年前。80年，迄就无伫大。啊，使入啊遮呢？足感恩啊！人个王先生带路的，感恩啊！咱若有交了就请谅解啊！感恩主笔啊！谢谢。感恩主笔，谢谢。